为什么不让我进去？我是班女副班书啊！那天你明明给我指过路的。那天是那天，今天是今天，而且宫中有严令，除了600担以上的官员，还有宫学、太学、内学堂副者，其他人都是不准进入宫中藏书阁的。班助教，难道您忘了，您现在已经不是女副了？这什么破规矩啊！这是先帝爷金口颁下的规矩。再说了，要是什么人都能进的话，这岂不成跑马场了？班助教，还请您慢走。要是等有一天呢，您再成了女副，小人一定大开正门，恭请您入内。行。记得明天也要送汤来啊！还要喝？我都给你送了1个月的药膳汤了。太医说，就算狗都治好了。到底是我是病人，还是太医是病人啊？姚女副，你可是个为人师表之人，难道你想让我告诉你的学生，他们的女副是个不负责任的人吗？别！我的意思是说，太医说了，药膳汤喝太多了会上火的。上火？嗯，我好得很，我会上火吗？啊，我。你怎么了？我被你气吐血了！吐血？让我看看。别看了，都吐完了，我被你气的睫毛都掉下来了。生气还会掉睫毛？那可不，我这边本来有320根的，现在只剩下290根了。不信你数数。会吗？1、2、3、4、5、6、7。师姐，怎么办？怎么办？我以后进不了兰台了。他们说我是助教，没资格进兰台，还有石渠阁、宣室，我都没资格进去，更别说找书了。别怕，大不了我帮你找。可是你眼神不好，动作又慢，照这样下去，找到哪辈子啊？不是还有江大人帮你找吗？只要不放弃，肯定能找到的。只是我就觉得不对了，宫里有那么多老规矩，可是那么多年来，好像没有人管过这些。我当助教的时候，一样也进去过。怎么突然就……是寇兰芝，我以前得罪过他，肯定是他那边的人干的。原来如此。要不我带你去向太后求个恩旨，看在曹大姑的份上，她肯定会……不，要这样做的话，寇兰芝肯定会嘲笑我，说我只会接姑姑的事。我要凭自己的真本事，重新堂堂正正的回到兰台去。哦，对了，那个小黄门刚才说，只要我重新做回女副，他就无话可说了。哎，师姐，当初你是怎么从助教变成女副的？难不难？难。从助教变成女副，不仅要熟读诗书礼义，要2位太学博士的推荐，还要在内学堂里试讲，必须要有70%的学生联署认可，还要有1位女副的推荐，这样太后才会批准的。你就是女副，上书肯定是没有问题的。70%的学生联署嘛，一般的学生们除了刘晏，其他人估计都会认可我。至于这个甲班嘛，虽然说是寇兰芝带的班，但是凭我的本事，估计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可太学那边就不好办了。上回你把《诗经》讲错的时候，寇兰芝找来的大多都是太学里德高望重的博士。这会儿估计你的坏名声早就传遍了。没事儿，那些人既然都能被寇兰芝收买了，估计也不是什么真的德高望重。再说了，我又不是逼他们昧着良心说话，我会好好复习的。我就是把诗、书、礼、义全都倒背如流，都会讲就行了嘛。这些东西啊，其实我都学过的，只是需要重新再回锅。师姐，这回一定要好好帮我，最多3个月，我一定要自己重新当回女副。你的意思是，在3个月之内，让我教你读通诗书礼义，再教会你讲课？对啊，你说行不行啊？行，当然行。只是你得做好准备啊，
我一着急起来，可是六亲不认的啊。姑娘，姚女仆来了。知道了，再让我睡会儿。阿叔，好，阿叔，快起来读书，快起来读书了！我知道了，再让我睡会儿，就一会儿。快起来，就一会儿，快起来，起来读书了，快！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不思茶饭。什么不思茶饭？信誓旦旦什么不思其反，反是不思茶饭。师姐，为什么要背这么简单的诗经啊？当初就是因为你基础打得不好，所以才把读过的书都弄砸了。我现在给你理一遍，快背，快背，快背！哦，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意以焉哉？哎呦，这都是师傅留下来的《左传》注，你呀，今天晚上必须把它看完背完。这么多？这还多，还不到2万字呢。你不背完，不许吃饭。啊！女妇，你要的绳子和锥子拿来。很好。师姐，你这是要干嘛？同学聊锥刺股。你怎么一说到特训就变得这么恐怖啊？我看你在内学堂也没有这么逼过学生啊。上人说过了，因材施教，还说了要以非常之法。你难道忘了吗？救命啊！姚女妇，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啊？这段我看看啊。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唉，君子想不到师傅也有这么可怜的时候。小人怀，这就叫一物降一物。胡说！班女妇啊，不，班助教一心向学是好事，你还不跟他学学？君子，别以为昨天你跑到教场上跟侍卫们射箭的事我不知道。我那是碰到邓大将军，他让我去的嘛。切，总之啊，不管怎么样，嘴巴给我紧一点，千万不能把班助教的事情说出去，听到没有？继续啊。君子曰：大德不观，大道不弃。大信不。师姐，我真的不是有意睡着的，我只是太困了，我就想小眯一会儿。阿叔，都是你自己说的。你不想丢班家的脸，要在3个月之内重新考上女副。想做非同一般的事，你就得有非同一般的毅力。你倒好，居然在后院睡着了，害得我被魏师兄说了一顿，说你既然天资不佳，就不该把你逼得那么狠。谁天资不佳了？他全家才天资不佳呢。哎，不对啊，魏婴什么时候来过啊？就在刚刚啊，他怕你着凉了，就给你披上了这个外披。他呀是刀子嘴豆腐心。这是他的呀？喂，你又在走什么神啊？没有，师姐啊，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件事儿，你要我背那么多书，可是真的用得着吗？当然用得着了，书是越多越好的。你别急，我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你看啊，咱们平时给内学堂那些姑娘们教的是什么？不就是《毛诗》和《论语》吗？你给我的书啊，
我全都看过一遍了。虽然一时背得不太熟，可以算熟读过了呀。那不行，虽然熟读了，但是没有融会贯通，怎么给学生讲课？可太后那天说了，我要是讲课，不一定讲《论语》那些的，我还可以讲《山海经》呢。《山海经》我可是倒背如流了，融会贯通啦。我为什么不能讲《山海经》呢？人嘛，就是要在最合适的时候，尽量发挥自己的长处，才能出奇制胜嘛。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不行，这件事我不能同意。哎，你讲点道理好不好？我不过就想给甲班、乙班所有的学生上一堂课嘛，又碍着你什么事儿了？班助教，话可不能这么说。太后娘娘虽然让你掌管乙班风气，但是可从来没有说过可以插手甲班的事情。传道授业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可以交给区区一个女助教呢？我认为你现在还没有那个资格。寇兰芝，我们俩一无怨二无仇，你干嘛老是为难我？我不过就是讲个课而已嘛，你犯得着拿什么助教女妇来压人吗？哦，我懂了，是不是因为那天我看到你跟那个谁拉拉扯扯，你觉得丢人啊？胡说！我不让你讲课，不是为了私怨，而是公义。什么叫做只讲个课而已？班叔，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留在内学堂，但是我可以肯定，你留下来的原因，一定不是为了教书育人。一个满口胡说八道的女妇，能教给学生什么东西？今天，你可以说7月流火是天气很热的意思。学生们要是当了真，那明天就可能安排错自家田庄上的农耕。你根本不知道身为一个女妇要谨言慎行，更不知道为人师的意义何在。没错，你尽得太后娘娘的欢心，可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但是今天我既然身为女妇，我就不允许你祸害我的甲班，这也是名正言顺的。你若不满，大可以向太后娘娘告状。你若请得动她的懿旨，我绝无二言。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没错，以前有些书我是读得不够透，难道就因为如此，你就不许我认真学习、努力进步了吗？我可以告诉学生们，这堂课我只是试讲，如果觉得我讲得不好，他们大可以转头忘掉。难道这也有问题吗？你搬出这么多大道理来不让我讲课，我倒是觉得你不讲道理。班叔说的没错。寇女夫，你口口声声说班助教祸害你们甲班，可言下之意就是乙班的人天生就低甲班的人一等了。还有，你可别忘了，文喜公主和北乡公主都在我们乙班，难道班助教配教2位公主，就不配教你们甲班的学生吗？难道你的意思是2位公主还没甲班的人尊贵了？好啊，你现在不结巴了？是不是结巴没关系，只要说的道理对，就都没问题。你要是想给学生们上课也行，不过在开课之前，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要是开课之后，学生们觉得你讲的不够精彩，便可以自行退堂。要是这堂课结束，学生可以过半，那你以后想怎样讲课，我都不会多说一个字。要是学生没有过半嘛，那你就要自己写好辞呈，说自己才疏学浅，无颜为父，自行给我离开内学堂。怎么样？你敢不敢？我有什么不敢的？好，那就3击掌为誓。击掌就击掌。好胆量，好气魄。既然大局已定，事情宜早不宜迟。明天早课，本座就恭候班助教授课了。好啊，寇女夫，到时候我一定让你瞧好了。师姐，咱们走。姐，
姐，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班女副和寇女副打了一个赌，说只要明天讲不好课的话，他就连助教都不当了。什么？真的这样？怎么这么傻呀？这种事情你怎么能随便就答应了呢？万一真的没有几个学生留下来，那不就……好了好了，我知道自己上当了，可是我当时忍不住啊。师姐，你说这寇兰芝，她怎么老想赶我走啊？除了砸坏她一回车子，又多了一回嘴，我没怎么惹她吧？这个嘛，哎呀，可能只能怪你姓班了。寇女副的为人嘛，平时贤德是挺贤德的，可是心胸呢，就有点……总之啊，你知道一件事情就对了。京城第一大才女这个名号，3年前是属于宣师姐的，可是后来宣师姐和亲去了，师傅呢又生病离开了皇宫，太后这才在外面招来了寇女副来当女副，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才这么叫她的。你是说寇兰芝她不喜欢我们班氏一门的？也不能说不喜欢，你想想。寇家也是打云台28将那时候传下来的名门，也出过不少大儒。可是朝中上下呢，一提到书香门第，说的都是咱们班氏一系，所以寇兰芝才会妒忌吧？哦，难怪我当初进宫出事的时候，他就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所以啊，他这次分明就是设下计策来为难你的。哎呀！可偏偏我这个笨蛋还是上当了。好了好了，你也别这样了。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回家想想看，看看书，看看明天说什么。要不还是说《论语》，《论语》简单，怎么说都不会错。师姐，是不是在你心里也觉得我是个草包，就只会胡言乱语啊？别，我没有这个意思。好了好了，那好吧。就听你的，讲《论语》吧。可是我现在不想回府，我想趁着没人先来练习练习。那我在下面陪着你。不用了不用了，师姐，你还是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待会儿。快走吧啊，快走。孔子为什么说自己很久都梦不到周公了呢？孔子之所以梦不到周公，是因为他继承周公的道统，但他已是晚年，心智不同于以前，之前很多的宏伟志愿也都没有实现，所以才……不行，干巴巴的，他们肯定听不下去。哎呀，要怎么讲才对呢？要是明天讲不好，我就真的得从这儿滚出去了。姑姑要是知道了，肯定又会被我气坏了。魏婴，先别说话，我正忙着呢。哦。这么晚了，怎么还在宫里？喂，你跟我说话能不能别老带着刺儿啊？你不现在也在这儿呢吗？你第一回给学生们讲课是怎么讲的？才能够讲得生动有趣，能够让学生们都留下来，让他们都愿意听。有我在，他们谁敢不听？好吧，算我问错人了。
你认为我是在故意敷衍你吗？人生而又不同，如果你只是想掩饰，不管你尽多大的努力，最后也会被别人揭穿。但是，只要最大限度发挥自己所长，让别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你自己的优势之上，那么一点点弱势也就微不足道了。就像这样，别人只会注意到我一击碎石，谁管我用的是锄头还是宝剑？尽最大限度发挥自己所长，让别人只看到我的优势。我懂了，谢谢你啊，姐夫，你可帮了我大忙了。哼！哎，姐夫，你这么晚了还没回去，肯定饿了吧？这是阿秀他们给我的肉脯，很好吃的。不许往地上扔啊！我可没碰到你的手。放心吧，姐夫，明天我一定拼了，绝对不会给搬家人丢脸的。真是个野丫头。杨女士好，杨女士好。啊！杨女士好，杨女士，宫门那边也没有看到班助教。杨女士好。哎，都快上课了，怎么还没来呢？平常他早应该到了呀。哎呀，这可怎么办啊？哟，怕输就不来了，这倒是个好办法。放肆！阿叔纵然不是女夫了，也不是你一个下人随随便便可以议论的。寇女妇，我记得碧玉并不是内学堂的宫女吧？只是太后特许你带进来的随身侍女。既然如此，就应该知道尊卑贵贱。碧玉这丫头一向心直口快了点儿，姚女夫又何必跟她一般见识呢？寇女夫的意思是，碧玉只是嘴快，并没有错了。好啊，我倒是要跟人家说说这个事，看看人家怎么瞧你这京城第一大才女府上的家风。还不自己张嘴！快，赶紧进去！我还从没见过姚女夫这么有气势呢。姐，我发现了，每次只要她一生气，说话就肯定不结巴了。是啊，别看姚女夫平常不声不响的，但是一旦触到她逆鳞，那可就……幸好师傅来之前我没怎么胡闹过，也不知道师傅今天要讲什么。可别再像上次那样闹出笑话来！哎，他来了！师傅，我来了！师傅，阿叔，你怎么才来呀？这是什么呀？这是好东西，我跟了佩花花了一夜的功夫才做出来的。好，赶紧去，赶紧去！走，快！请各位姑娘赶紧进去吧。哎，那是什么东西啊？快去看看。走。甲乙两班一起上课呀，这还是破天荒头一回呢。这么多人，也只有正堂才能装下啦。哎，他们在看什么呢？你知道吗？不知道啊。这个真吵。来，让一下。昆仑山到底在何处？西王母可曾见穆天子？今日课程《山海经之大荒西经》。姐，快过来看啊！今天师傅要讲《山海经》和西王母，快！姐，快点啊！到底是谁呢？
真有意思啊！今天讲《山海经》呢。真的吗？那会不会讲到双城仙女啊？我奶娘说她长得好漂亮呢。哎呀，这鸟长得好吓人呢，怎么还一张人脸？连这个都不知道，一般的人呀，见识可真少。这个叫碧芳鸟。哼，说谁见识少呢你？你以为假扮的就了不起啊？就是。阿双，够了，别忘了你是假扮的人，跟他们犯什么口舌？你们也都过来。摆什么臭架子？怎么着，眼睛都长脑袋顶上去了？甲班12人现已到齐，还请寇女夫训示。进来吧。喂。到底是假扮的，跟咱们还真是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还不都是2个眼睛1张嘴？哎，我们可说好了啊，今天的课可是班师傅的头等大事，他能不能重新当上女副，可就看这一回了。我们都是乙班的人，得仗义，不到最后一刻谁都不许走。哎，姐，等等我，我们进去吧。哎，咱别理他，待会儿你们看我眼色行事，我一打招呼咱们就撤。可是班助教毕竟是我们这头的呀。什么这头那头的？你跟我才是一头的。只要班叔滚了，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难道你还想成天被他管着？昨天明明说的是讲《论语》，你怎么能临时改讲《山海经》呢？我改主意了不行啊！咱们参机长说的是我讲不好，又没说我一定要讲什么。不行，内学堂里面怎么能讲《山海经》这种无稽的东西？无稽？姑姑可是跟我说过，武帝爷那会儿满朝文武读的都是《山海经》呢。哦，我忘了，那个寇家是在光武帝爷那会儿才以军功起家的。而武帝爷那会儿的事儿还不知道呢，啊，情有可原，情有可原啊！怎么，只许你用激将法，不许我用过墙梯啊？我说寇女副，拜托你的心眼儿稍微大那么一点点好不好？我这个搬家女儿待在内学堂，对你来说，真的有那么大的威胁吗？我可听师姐说了，只有信心不够的人，才会老给人下绊子呢。好，你想想就讲吧。不过你要记得，我们内学堂学生一共24人，如果到了下课留下来还不到12人，我就亲自到门口送你出宫。喂，各位同学，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山海经》里面的《大荒西经》。《山海经》这本书啊，很多人都认为它是一本闲书，但其实呢，它可以说是从古到今写的最全面的一本地理书。它里面不但记载了很多我们大家都不知道的神奇的地方，还详细的描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西海之南，流沙之滨，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看一看，在《山海经》里面的世界呢是这个样子的，而我们的中原呀，其实就像这块砚台，在四周呢有许多的海。东海和南海大家可能都知道，那北海和西海又在哪儿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其实它们呀并不是真正的海，而是非常非常大的湖。西域的人呢把它叫做海子，而北海呢则是在敦煌附近的一座大湖，它的湖面有好几千里，就算骑着马不停地跑，也要跑个4、5天呢。哇，这么大呀！班助教，怎么了？班助教辛苦了。可是《山海经》这种鬼怪神力的东西，并不是我阿岑想学习的大道，所以抱歉。
抱歉，班助教。班助教，既然如此，本座也有事情，就不在这儿打扰你讲课了。他们怎么都走了？那我们要是再走一个，别走啊，就完了。怎么办啊？怎么这样啊？是的。没事没事，他们走了，咱们讲咱们的。反正假扮的人不在，咱们还能讲得随便点。你们刚才不是说想听穆天子和咱们五弟爷到底有没有见过漂亮的西王母娘娘吗？我可以告诉你们，绝对没有。因为真正的西王母娘娘长什么样，你们知道吗？不知道。来，大家看这儿，有人戴胜，骨齿，有豹尾，学处名曰西王母。大家看到了吗？这还是人吗？有着老虎一样的牙齿，还有一条豹子一样的尾巴，整天住在洞里面，还不见天日。你们说这样的人，他能是美人吗？不可能，不可能的。这就对了，咱们五弟爷呢，从来都喜欢娶美人进宫，怎么能瞧得上这样的母老虎呢？够了！文喜公主，她胆大包天，竟敢诋毁先帝，这种课你还听得下去吗？可是他也没说什么呀。咱们走。这他们也走了，抱歉，班助教，我也走了，抱歉。哎，等等我，你们什么意思啊？班师傅讲的正高兴呢，走什么走？阿玲，坐下。大家稍安勿躁。今天，不管有多少人留下来，我都要好好的把这堂课讲完。什么人啊，都是一班的，还这么不齐心。师傅，你讲的非常有意思，我真的很爱听。阿秀说的对，班助教，你讲的什么讲吧？我很爱听，我还想听到后面更多的内容呢。好，那我就接着讲。这个西王母呢，住在昆仑山上，很多人都以为她是当地的神，其实我估计啊，她多半也就是可汗或者头人一类的。你要干嘛？我要回去。我刚刚明明听得正高兴，你偏偏要把我拉走。你忘了我跟你说过的话了？我要趁这个机会把班叔从内学堂赶走。你听话一点好不好？你放开我，刘燕。虽然我一直管你叫姐姐，可是你别忘了，我才是先帝的女儿。我想听谁的课就听谁的课，你管不着。哼！哎。昆仑山其实也就是现在的祁连山，为什么要改名字呢？因为地域不同，语言就不同。按照西域那边的说法呢，昆仑就叫做祁连。那西王母不一定就是西边的太后娘娘哦，就像我也可以改一个名字，叫班西施、班昭君。但是你们看看我，能沉鱼落雁吗？嗯。所以呢，大家之前听到的那些关于西王母的故事，多半都是假的。比如说吧，我之前就看过一本，据说是我伯父班固写的《五帝内传》，大量写了关于五帝爷和西王母幽会的事儿，写的那叫一个缠绵悱恻啊。后来我专门去问了我的姑姑曹大姑。
你们猜怎么着？我姑姑说啊，我伯父怕伯母，怕得跟什么一样。他怎么敢写漂亮的仙女呢？连难看的都不敢写呢。什么？女父，对不起，是阿岑没拦住他们。咱们班有好几个不听话的学生，都回去了。快去敲钟下课。喂。今天给大家讲这些呢，不单是为了好玩。来，我们复习一下。谁能告诉我，漠南部和漠北部为什么要打仗呢？因为他们要争夺那一带最好的牧场。没错，来，咱们给文喜公主鼓掌。我还要奖励你2只彩鹤，这是额外的。谢谢师傅。好了，这堂课呢就上到这儿了。大伙儿一定要记住，《山海经》可绝对不是什么不正经的玩意儿。行万里路，才能读懂万卷书嘛。好，下课。走吧，下课了。这样去。哦，等一等，等一等。寇女父啊，你要不要数一数，看看现在这儿还有多少个学生啊？我已经数过了，15个。我眼神不好。寇女父，你数好了没有？没错，是15个。恭喜你了，班助教。以后不管你想怎么讲，我都绝无二言。是不是吧？你不知道那时候大伙有多高兴，连文喜公主那么文静的人都把笔袋扔上房梁了。等等，你不是眼神不好使吗？这都能看见。我怎么看不见了？虽然我看不清人脸吧，但是呢，我教了他们那么久，身形什么的总比陌生人熟悉啊。你不知道寇兰芝当时的脸色肯定是坏极了，要不然阿叔不会那么高兴的。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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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叔长阿叔短的，就这么一个话题说多久了？我天天给你送汤来，我今天高兴，我借你耳朵用一下行不行？哟，果然是刚跟京城第一才女对着干过的人啊！啊，气势这么大。那是，你可别老是欺负我。阿叔说了，你这阵子都是在逗我玩呢。我也是看你可怜，眼巴巴的想喝汤，这才每天来给你送。老邓说的对啊，女人在喋喋不休的时候，这种方法最管用的。你干嘛亲我？我没亲你，我是在堵住你的嘴。你这个当土浪子！你又啊！他亲我！亲我了！他亲我了！亲我！他亲我！他亲我！师姐，你怎么了？啊，水怎么了？水！哦，水！来，慢点啊！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什么？他亲你了？不是亲，是堵我的嘴。可是当时我的心就快跳出来了。那个混蛋在骗你，他是因为喜欢你才亲你的。就像你每回一碰到他，就会手心出汗。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
没错啊，这就叫做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再给他熬2碗鸡汤，去看看他就行了。哎，师姐，告诉我，他亲你的时候，你什么感觉啊？我当时吓坏了，也不怎么记得了。其实吧，就像咬到一块红烧肉。红烧肉？难怪那些人都喜欢亲来亲去的。红烧肉是挺有嚼头的啊。